你头我是安尼啦。是安怎买厝，就是一定要结婚。是安怎买厝，就是一定要结婚的。你投期款有偌济？300万，200万。这样真正是10万。哦，你交予伊哦，你放心，阮套动无问题啦。交好啊！你袂使。你是咧调教诶？你要想清楚哦，伊也是无好。我哦，你行棋拢爱用准，你做到见面就使滚啦！我袂记忘记啊！我拄头求了呢，我都随便着你啊！爱我替你处理你的厝。啊，这毋是土地公的意思。恭喜！这种感觉你足明显呢。不要。刚刚亲像林志玲共款呢。厉害，真正厉害。